大家好啊！今日就嚟到10月24號，就係星期五嚟嘅，就見到指數方面今日就係上升嘅，就係高開26,177點啦。全日咧就係窄幅上落嘅，最後收市就係報26,160點，升192點啦。總成交就係報2,266億嘅。就見到指數方面呢排咧都係冇乜特別啦，所以就我自己方面嘅話咧都係腳炒住個股啦。就個股方面嘅話咧，我自己最睇好嗰隻咧都係就2628咧，而呢排咧都係慢慢壓下咁升上嚟嘅，同埋大家都見到其實。都唔使再重複，其實你見到個 A 差價都見到啦，真係50%好誇張嘅，同埋佢而家大家都見到，其實呢啲都係大家見到嘅嘢。其實你見到呢排 A 股啊上證咧都係叫強勢啊，所以就其實你 A 股上證又強勢嘅話咧，其實自然咧就係2628都會上升啦，同埋其實呢樣嘢亦都係好簡單，大家都見到啦，每日成交咧都有2000幾億啊。而如果你話2000幾億，你攞翻歷史數據計翻出嚟嘅話咧，其實佢估值方面300起碼值550蚊嘅。而我自己就覺得仍然啦，都有一個比較大嘅上升空間啦，所以就暫時啦，我都係腳睇好就係388嘅。而我自己就覺得其實就係港交所啊，其實388咧，其實咧係上去550蚊啦，真心咧係唔難啊。同埋始終咧，其實如果你話攞翻而家嘅成交嘅話咧，而家388咧真係有啲落後啊。而我自己係由嘅低位都升咗比較多啦。不過如果你比較翻而家嘅成交嘅話咧，起碼咧其實一定係要破歷史新高，因為咧其實而家成交真係歷史新高啦，同埋大家都見到新聞啦，你見到 IPO 咧講即係香港啊勁過晒印度啊，仲要勁過紐約嘅，即係勁過 New York 嘅，所以就你見到 IPO 又全球最勁啊，跟住香港有金融中心嘅話咧，其實我自己就覺得佢真係上400即係550蚊機會都係比較大嘅。美股方面嘅話咧，其實如果大家有睇嗰啲片嘅話咧，其實都聽到悶啊！我都係咁講就 Intel 啦，而你喺盤前方面嘅話咧，Intel 咧就係升緊8.4%啊。其實有聽過我嘅話咧，都聽我講 Intel 啦。而我自己就覺得其實 Intel 方面嘅話，大家如果係咯就有聽我嘅話咧，大家應該係100%嘅人咧都有賺錢啊！就 Intel。而我自己就覺得其實係咯，都好簡單啦。其實你擺明咧之前咧係擺明係焗住個價升嘅，跟住你見到嗰陣時咧，其實你可以話啲消息係假啦，不過其實你基本上見到每日啊，都當時啊前幾排咧，每日有啲好消息出嚟嘅，擺明咧係佢想谷佢價上去啦，所以就當時我都係咁講啦。其實真係好明顯啊，有美國政府支持，又有咁多間美國科企支持。其實呢句嘢咧，我當時啊唔係升咗上嚟先講嘅，其實當時咧我已經講呢樣嘢啊。而其實我呢隻咧係嗰個係仍然都有一個比較大嘅上升空間啦。不過其實今朝個條片都講咗啦，我自己咧就係好倉我自己咧就會食，即係佢 call option 我自己就會食㗎啦。因為咧始終你升一成你唔食，你幾時食啦？同埋不過咧就正股方面我自己就係會食半留半啦。不過就你會唔會全倉清倉咧？我自己咧係唔會，因為我自己就覺得其實你裂口咁高開8%咧，應該都會繼續升嘅。不過就 option 啦，就重複 option 我自己就食啦。正股方面嘅話咧，我就食部分股嘅。不過就點樣咧都會 keep 翻少少倉底，因為咧其實你見到都係強勢啦。而我自己就覺得其實佢上去50蚊機會咧都係比較大嘅。就指數方面都冇乜特別啦，就美股港股都係咁樣啦。而係咯，港股都係388啦，2628啦，美股咧都係隻 Intel 嘅。而係咯，就係咯，都唔使再講啊。基本上我嚟去，你每日聽我啲片咧都係嗰幾隻，即係 Intel 啊、2628啊、388啊，跟住長線啲就美高梅啊、Samsung 啊、FLUT 啊同埋MCD 嘅。而我之前不斷叫大家買嗰啲澳洲紙債啊、美國國債咧，大家應該利潤好豐厚嘅。而我自己就覺得仍然咧都有一個比較大嘅上升空間啊，所以就係咯，都冇乜大嘅變動嘅。而係咯，就我自己咧暫時都冇乜大嘅操作啦。好啦，就幾以上都唔係投資建議啦，就建議只供參考。記得大家聽完消費先做任何操作一部署啦，就投資涉及風險啦，任何收益或者損失咧對本人無關嘅。好啦，就講3拜拜。